讚美為坐，詩篇22篇3節。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我哋知道神嘅寶座係喺3層天上嘅，點解大衛喺呢度就講到神係用以色列嘅讚美嚟做寶座呢？呢度嘅經文嘅意思係話神嘅寶座係藉着以色列嘅讚美嚟得着彰顯高舉榮耀。正如我哋喺啟示錄第4章所見，喺神嘅寶座前面晝夜有4活物，代表一切受造之物，24位長老同埋眾天使嘅稱頌讚美。大衛係一個深明神心意亦都合神心意嘅人，佢知道神不但係需要眾天使嘅讚美，更加盼望屬佢嘅子民能夠向佢發出完美嘅讚美。故此佢喺做王嘅期間就帶領咗以色列全國經常都讚美神啦，將讚美帶到高峰，以致神嘅寶座榮耀能力權柄德性都能夠顯喺佢子民中間。因為神嘅寶座講出咗神嘅榮耀神性權柄能力德性同在。為此，何處有神嘅寶座嘅地位，邊度就有神嘅榮耀權柄能力德性嘅彰顯啦。而讚美就係令到神嘅寶座被高舉得彰顯嘅途徑。弟兄姊妹們，昔日神係用以色列嘅讚美嚟做寶座，今日神係用教會神嘅眾兒女嘅讚美嚟做寶座。無論得時不得時，順境或者係逆境，我哋都應該靠着主耶穌，常常頌讚父神，令到父因我哋得榮耀。故此，撒但必會完全蒙羞，退後，神嘅榮耀能力權柄必加多顯出啦。我哋亦都必蒙恩典。親愛嘅阿爸天父，你係聖潔嘅，係以我哋嘅心靈同埋讚美為寶座嘅主，求你賜我一顆常常感謝稱頌你嘅心，令我無論喺順境或者係逆境中都能夠單單高舉你。願我嘅讚美成為你榮耀同埋能力嘅彰顯，叫仇敵退去，令你嘅名得着最大嘅榮耀。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